我叫杰西，是火力对决中的王者。可最近我的火箭筒却总是会炸到队友，我总感觉是他们挡了我的射箭，可他们竟说我技术不行。虽然说我的实力有目共睹，可是现在连小萌新都来质疑我，我觉得有必要用实力告诉他们一个真相了。扔掉6块钱抽来的飞行器，我向着医院缓缓飘去。有人！嘿，兄弟，想去哪里啊？跳伞不及格，还敢跟我落一块，不得不说你勇气可嘉。这里的宝库怎么这么穷？都是地摊货，白瞎我的762子弹。算了，再去防区里的宝库看看。激光制导火箭，不错不错，这才有个宝库的样子嘛。现在装备齐全，是时候去补给基地搞点事情了。看这个样子，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。趁他们舔得开心，我来让他们悲伤一下吧。你附近有枪声。这是队友来支援了，死2个倒1个，最多他也就1个人，支援送死还差不多。哎呀，竟敢无视我！当我 RPG 是哑炮吗？怎么还有一个？难道这是2队？刚才明明在很和谐的舔物资啊！算了，不管他们来多少，我照单全收就是了。什么情况？竟然还藏着一个！找到你了！人生中最痛苦的事，莫过于我还没发威，别人就死完了。现在人数已经不多，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能扛得住我一炮的人。希望决赛圈不要让我失望。下面打起来了，是时候用无人机拉一波偏架了。你附近有枪声。可恶，竟然拒绝了我，那就来对炮吧。不好，身后有人！我这是被前后夹击了吗？敢偷袭我，找死！山下的兄弟，你先等等，待我收拾了这个该死的偷袭者，再来与你一战。还想从我手里逃生？刚才偷袭我的勇气哪里去了？看我一炮封喉！这关键时刻，激光之岛竟然背叛了我！要不是炸自己那一下，这局鸡必定属于我。我是杰西，激光之岛，我恨你！